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8，箴言28章14節安尼講：不時敬畏上帝的人，真有福氣。熱心的人，會拄着在下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不時敬畏無偽心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懸至大的全能上帝，全地充滿你的權能甲榮光，世界所有攏要大聲來稱頌你的名，世間人也要來褒揚你的奇妙偉大。主啊，願你的公義臨到這個地，願你的旨意行佇通世間。主啊，願你的名受尊最大。主啊，你的話互阮知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根本。明白至聖的，便是聰明。求你互阮對你有真實敬畏的心，互阮凡事攏是遵趁你的旨意來行。因為阮不時敬畏你，就通真有福氣。若是硬阮的心，就會拄着在下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